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12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8篇，耶利米书31章15节到17节，马太福音第2章13节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愿主怜悯。2000多年前，犹太人的盼望是弥赛亚。其实现今的基督徒也在期待，也是如此。我们仍然在期待着上帝的拯救临到我们，因为他在以色列人在外族的统治之下，他们祈求上帝的怜悯同在。这是因为他们在不自由的这种苦难的状况之下，也期盼着上帝的应许能够实现，上帝的救恩能够临在，让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犹太人都在期盼的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回应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他的祷告，那就是一种上帝怜悯的实现。当人们在苦难当中所要期待的、所盼望的，其实就是上帝的怜悯。因为只有上帝的怜悯能够带领人脱离凶恶的境况。当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群众在街道旁迎接并且高喊和散那，奉主名来的应当受尊崇。因为他们心里非常的渴望上帝的怜悯以及上帝的救恩临到。在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的31章15节到17节这么说道：上主这么说，在拉玛听见了嚎啕痛哭的声音，勒街为着孩子们哀哭，不肯接受安慰，因为他们都死了。别再哭了，擦掉眼泪吧。你为儿女辛劳不算突然，他们要从敌国回来，你的前途充满希望，你的儿女要返回故乡。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因为上帝的怜悯让原本已经失望没有盼望的人开始充满了希望，因为呢，这是上帝的应许，必然要实践的一个救恩。在遇见或是领受主恩之前呢，人们仍然需要经历一些苦难。这些苦难有时候是来自我们周遭其他的强权，甚至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同以赛亚书63章第9节到第10节的经文所说的，人们呢离开了上帝的真道，那上帝就与他们为敌。甚至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出生，也带给了当时候的婴幼儿们灾难。其实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13节到18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出生之后，我们看到东方博士们来敬拜他之后呢，希律王为了斩除那可能出现在非皇家的新生王，然后他就下令屠杀当时候伯利恒以及周遭所有地方的男婴。经文这样记载告诉我们，他们走了以后，主的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直到我吩咐你离开，
因为希律要搜索这孩子，要杀害他。于是约瑟动身，连夜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把我的儿子找出来。希律发现自己受了星象学家的愚弄，非常的恼怒，就按照他向星象学家打听到的那颗新出现的时期，派人把伯利恒和附近地区2岁以内的男孩子都杀掉。这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在拉玛听见了嚎啕大哭的声音，那节为着孩子们哀哭，不肯接受安慰，因为他们都死了。然而这一位残忍的希律王竟然也是犹太人的后裔，他却屠杀了在血缘上面是同宗族的婴幼儿们，只有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巩固自己的王位。非常讽刺的是，希律王的王位只不过是在罗马统治的政权底下的一个傀儡地方政权罢了。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职位，就很像香港的特首一样。这也难怪当时候一方面需要面对异族罗马政府的统治，另外一方面又要面对希律残暴的这些以色列人们，他们热切的盼望有上帝的怜悯领导他们。上帝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生来赐下他的怜悯，就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脱离死亡，与耶稣基督可以一起得到永生。但是还是有人拒绝，这些拒绝的人还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懂得上帝的预言，也读过上帝的律法、经文、先知之言，却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所赏赐的怜悯。那你我呢？我们是选择相信还是选择拒绝？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呢？诗篇148篇，要赞美上主，你们要从天上颂赞上主，要在高天颂赞他，他的众天使啊，你们要颂赞他，他的众天使啊，你们要颂赞他，太阳啊，月亮啊，要颂赞他，闪耀的星辰啊，要颂赞他，在天上的诸天啊，要颂赞他，天上的众水啊，要颂赞他。愿万象都颂赞上主的名，他一命令一切都造成，各有固定的位置，永不改变。他的命令谁都不能违背。海怪啊，深渊啊，闪电、冰雹、雪和云雾啊，遵行命令的大风啊，要从地上颂赞上主。大山小山啊，果树森林啊，野兽牲畜啊，昆虫飞禽啊，你们都要颂赞他。君王啊，万民啊，公侯啊，一切掌权者，少年人啊，少女啊，老年人啊，孩童啊，你们都要颂赞他。愿他们都颂赞上主的名，唯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超越天地，他使他的子民强盛，因此他忠贞的子民以色列
所有他亲爱的子民都颂赞他，要赞美上主。愿荣耀的上帝赐下怜悯，使我们能够脱离恶劣环境的影响。恳求主赐福保守，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